最近呢幾個月，如果你有留意開成個大中華區嘅財經新聞，或者你身邊有朋友喺香港或者深圳買咗樓，你一定會發覺成個市況出現咗好詭異嘅變化。各大財經傳媒每日都喺度瘋狂洗版，有人大叫香港樓市終於見底反彈，迎嚟歷史級嘅大爆發。但係同一時間，另一班專家就急到好似熱鍋上嘅螞蟻咁，爭住跳出嚟瘋狂警告，話呢一波所謂嘅彈起根本唔係咩牛市回歸，而好可能係所有蟹民業主最後一次可以體面離場嘅逃生門。更誇張嘅係，北面嘅深圳樓市最近動作頻頻，甚至有重量級嘅經濟學者直接放話，認為未來深圳嘅升勢好大機會全面超越香港。就喺港股同香港樓市表面睇落一片欣欣向榮，好似兩邊都執緊錢嘅同時，竟然有一個極之關鍵嘅板塊跌到慘不忍睹，血流成河。但偏偏大家都好似睇唔到咁，而且地產界大佬施永青先生最近更加語出驚人，公開作出咗超級大膽嘅預測，斷言今年嘅樓價會迎嚟爆炸性嘅飆升。究竟呢場戲係點樣演落去？背後到底收埋咗啲咩資金暗湧？今日我們就將所有底層邏輯、數據脈絡同埋利益博弈一次過拆解清楚，同大家好好剖析呢場財富重新洗牌嘅大局。我們先由香港樓市最近呢場大震盪講起。大家應該仲記得，香港喺過去呢2-3年入面，樓價經歷咗相當痛苦嘅調整，好多人喺高位入市，資產直接縮水2成到3成，成個市場一度瀰漫住絕望嘅氣氛。但係最近呢段時間，香港政府徹底取消咗實施10幾年嘅各項樓市印花稅辣招，亦即係大家成日講嘅全面撤辣。政策一鬆綁，原本被壓抑咗足足幾年嘅購買力，就好似水閘打開一樣，瞬間湧晒出嚟。各區新盤嘅售樓處突然之間逼到水泄不通，睇樓嘅人龍由朝排到晚，二手樓嘅成交量亦喺短時間之內暴升咗好幾倍。傳媒鋪天蓋地都係日光盤，單日狂質幾百夥嘅誇張新聞，好多地產代理更加係興奮到不得了，紛紛宣告樓市寒冬已經過去，黃金時代再度降臨。不過只要你稍為冷靜少少，仔細睇下背後嘅成交結構，你就會發覺件事完全唔係表面睇落咁簡單。點解會有一批非常冷靜嘅市場老手同分析師，唔單止冇跟住一齊狂歡，反而神情嚴肅咁提醒大家，呢個好可能係最後嘅逃生門。原因其實極之殘酷。第一，目前市場上出現嘅呢種報復性反彈，本質上係一種情緒同政策帶動嘅短期刺激，而唔係嚟自整體經濟基本面嘅強力支撐。大家諗下，呢批衝入去買樓嘅人，有好大一部分係過去幾年因為重稅被卡住，而家急住將資金配置出去嘅人，亦有一部分係見到減價幅度夠大，想入場執平貨嘅短線客。但係成個市場嘅一手貨尾庫存量其實大到驚人，發展商手頭上積壓咗成千上萬個已經起好或者就快落成嘅現樓同樓花，佢哋而家唯一嘅策略就係不計代價咁快速回籠資金。好多發展商開出嚟嘅價錢甚至平過周邊嘅二手樓一大截，呢個喺過去香港嘅地產歷史上係極之罕見嘅現象，連大發展商都要平賣，甚至蝕本搶住清貨。呢個代表緊啲咩？代表資本市場嘅大鱷心知肚明，而家賣得一間得一間。如果趁住政策利好釋放、買氣回暖嘅時候，唔快啲將手上嘅貨倒翻俾市場，等呢批積壓嘅購買力喺幾個月內消耗殆盡之後，跟住落嚟要面對嘅就係漫長嘅購買真空期。第二，我們必須睇下班急住賣樓嘅二手業主。喺過去呢2年入面，有太多業主好想放樓，但因為個市完全冇流動性，放盤放咗幾個月，連一組客都冇，想劈價都冇人接盤。而家政策一開，市場流動性即刻翻晒嚟，呢班苦苦支撐咗2-3年嘅買家，終於等到有人肯出價嘅機會。所以你會見到一個好奇怪嘅景象，表面上成交量節節上升，但實際嘅成交均價並冇出現暴漲，甚至好多成交個案都係原業主認蝕2成、3成甚至4成斬纜離場。對於呢批急於變現、準備移民海外或者需要調動資金去救自己生意嘅業主嚟講，呢一波流動性爆發就係老天爺俾佢哋最後一次體面退場。
避免第日被銀行 call loan 甚至銀主盤拍賣嘅救命稻草。呢個就係點解行內人會將呢一波行情形容為最後逃生門嘅原因。再深一層嘅隱憂就係利率環境。雖然環球市場都預期未來會有減息空間，但香港實施聯繫匯率制度，貨幣政策必須緊貼美國。喺利率維持相對高企嘅呢段時間入面，買家每個月嘅供樓負擔依然極之沉重。好多人計過一筆帳，發覺每個月俾銀行嘅利息遠遠高過將同一間屋租出去所收到嘅租金回報。喺呢種供求回報同資金成本嚴重倒掛嘅情況下，純粹靠買樓收租嘅吸引力其實相當有限。如果冇源源不絕嘅外來實體經濟增長去支撐人工水平，單靠本地家庭嘅槓桿能力，根本冇辦法長期頂住咁高強度嘅交易量。一旦幾個月之後，該入市嘅上車客同換樓客都賣晒，市場嘅交易量好可能會再度出現斷崖式下跌。到時如果環球經濟有咩風吹草動，留喺高位接火棒嘅人，好可能又要面對流動性再度乾涸嘅巨大風險。講完香港樓市呢層暗湧，我們將視線向北移少少，睇下一河之隔嘅深圳。最近喺財經圈引發極大迴響嘅一個核心話題，就係好多重量級嘅經濟學者同房地產智庫開始公開發出警告，認為深圳嘅房地產潛力同整體向上動力好大機會喺未來幾年徹底超越香港。呢個睇法一提出嚟，即刻引嚟兩派人馬激烈爭論。話晒喺過去幾十年入面，香港嘅樓價一直都係成個大中華區甚至係全球嘅天花板。喺好多人嘅傳統觀念入面，深圳嘅樓價就算點升都冇可能動搖到香港嘅超然地位。咁點解而家會有越來越多專業機構開始睇好深圳呢？呢度背後有3個極之關鍵嘅底層邏輯轉變。第一個維度係產業結構嘅徹底分化同科技轉型嘅速度。我們客觀咁睇，香港過去幾十年最強大嘅經濟支柱係金融、地產、轉口、貿易同專業服務業。但喺新一輪嘅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高端製造同生物科技嘅全球競賽入面，香港嘅實體產業基礎相對薄弱，好多新興科技公司好難喺本地喺度完整嘅硬件供應鏈同大規模嘅研發工程師團隊。相反，深圳喺過去10幾年入面已經悄悄蛻變為全球硬件科技同先進製造業嘅核心中樞。由無人機、電動車、智能終端設備到芯片設計，深圳聚集咗全中國密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嘅科技企業大軍。呢批高科技企業創造咗大量嘅實質財富，更加培育出咗一大批後生、高薪而且極具消費同資產配置能力嘅工程師、高層主管同科技新貴。一個城市嘅房地產到底有冇長遠嘅爆發力，根本唔係睇口號，而係睇呢個城市能唔能夠持續吸引到源源不絕嘅年輕高收入人才。深圳嘅人口結構非常年輕，平均年齡得30幾歲。呢班人正處於事業黃金期同成家立業嘅高峰期，佢哋對優質住宅嘅剛性需求同換樓需求係極其真實而且龐大嘅。相比之下，香港面對住相對嚴重嘅人口老化問題，本地年輕一代嘅向上流動空間受到一定擠壓，單靠傳統金融業嘅從業員已經好難拉動成個龐大嘅房地產總市值。第二個維度係基礎建設同雙城融合嘅物理重構。以前大家覺得深圳同香港之間好似有一條跨唔過嘅鴻溝，過關麻煩，交通成本又高。但呢幾年，隨住高鐵、多條跨海大橋、深中通道以及口岸通關模式嘅極致優化，深港1小時生活圈甚至半小時生活圈已經完全成型。而家有大量香港市民每逢週末就集體北上深圳消費、買嘢甚至睇牙醫，原因好簡單，因為深圳提供咗極高嘅性價比、更闊落嘅空間體驗同埋極佳嘅服務質素。呢種生活習慣嘅改變，正喺度潛移默化咁重塑緊大家嘅資產觀念。當越來越多香港人發覺喺深圳福田、南山或者前海買一間頂級豪宅，價錢可能只係香港市區舊單棟樓嘅1半甚至1/3，但享受緊嘅居住空間、屋苑綠化、智能管理同周邊配套都係頂級水平嘅時候，資金嘅流向就開始發生不可逆轉嘅改變。第3個維度就係政策支持嘅力度同土地供應嘅彈性。深圳作為大灣區嘅核心引擎，享有極高程度嘅政策試點權同金融創新支持。
雖然深圳過去幾年嘅樓價都經歷過深度嘅泡沫擠壓同調控，但正係因為呢場深度調整，將過去炒過龍嘅槓桿水分擠乾淨咗，令到目前嘅估值重新翻到相對具備性價比嘅合理水平。專家們之所以警告深圳樓市升勢好可能會贏過香港，並唔係話深圳嘅尺價聽日就會貴過香港，而係從資本回報率、資產增長速度同埋經濟基本面嘅爆發力嚟睇。深圳樓市喺未來一個週期嘅上升彈性，好可能會遠遠大過處於飽和成熟期嘅香港樓市。然而，當全世界嘅目光都放咗喺香港住宅市場反彈同埋深圳樓市嘅潛力嗰陣，成個資本市場卻出現咗一個極度反常嘅怪現象。呢個亦都係我們跟住落嚟要深入探討嘅第三個驚人謎團。股市同樓市表面上睇落都齊齊向好，到底係邊一個板塊跌到慘不忍睹、深不見底？大家如果有留意最近嘅金融市場走勢，會發覺港股經歷咗長時期嘅低迷之後，出現咗相當強勁嘅技術性反彈，恒生指數一度喺短時間內飆升咗幾千點，外資同各路北水紛紛透過港股通狂湧入嚟，科技股、高息、國企股都迎嚟估值收復。樓市方面，撤辣之後嘅一手同二手成交量亦都非常熱鬧。表面睇，呢個係一場標準嘅股樓皆旺、皆大歡喜嘅繁榮盛宴。但係，只要你將個鏡頭由搶眼嘅住宅市場同股票畫面移開，轉去睇下香港嘅商業地產，尤其是頂級甲級寫字樓同埋核心區街鋪，你會見到一個令人倒抽一口涼氣嘅慘烈畫面。呢個慘不忍睹嘅重災區就係香港嘅商業寫字樓同實體鋪位。根據權威地產調研機構發布嘅最新數據，香港甲級寫字樓嘅整體空置率已經創低咗歷史性嘅天量新高，有啲核心商業區嘅空置率甚至飆升到16%，甚至是接近20%嘅驚人水平。大家可能對20%冇太直觀嘅概念，呢個代表緊喺一幢幢高聳入雲、金碧輝煌嘅摩天大廈入面，每5間辦公室就有一間係黑晒燈、空質質嘅。成個中環、金鐘、灣仔呢啲過去全宇宙租金最貴、最不可一世嘅頂級地段，而家周圍都可以見到大面積退租，或者業主俾出極度吸引嘅免租期，但依然招唔到租客嘅動靜。呢件事背後嘅殺傷力有幾大？喺過去幾十年入面，跨國金融機構、外資律師樓、國際投資銀行係撐起香港頂級寫字樓租金嘅中流砥柱。但隨住外資機構嘅業務重新配置，部分外籍高層調去其他地方，加上混合辦公同遠端工作模式普及，呢啲國際大企業紛紛開始大幅縮減辦公室面積。以前一租就租足5層樓嘅大投行，而家可能直接斬到剩低2層，慳翻出嚟嘅租金直接變做企業純利。更嚴峻嘅係，喺過去個市最狂熱嘅時候，香港有好多大型商業項目開工起樓，而呢批龐大嘅全新寫字樓供應，剛好就喺呢2年集中落成。需求喺度劇烈萎縮，供應就潮水咁湧出嚟，結果就係供求關係徹底失衡。中環頂級寫字樓嘅租金對比歷史最高峰時期，跌幅已經超過咗30%至40%以上。寫字樓租金一暴跌，直接連帶引發商業地產資產價值嘅連鎖毀滅性打擊。商業地產嘅估值完全係靠租金回報率嚟計嘅，租金跌30%，代表成座大廈嘅市場估值直接腰斬。香港過去有非常多老牌家族、地產基金同富豪投資者都係將成幢商廈抵押俾銀行，借出幾十億甚至上百億資金再去搞其他投資。而家商廈估值腰斬，銀行為咗控制風險，紛紛向呢批富豪發出追繳保證金嘅通知，要求佢哋喺限期之內補足幾億甚至幾十億嘅現金差額，否則就要直接沒收拍賣大廈。市場上已經陸續傳出多宗知名商廈被銀行接管，甚至要以慘烈嘅3折、4折低價喺市場上放盤拍賣嘅個案。除咗寫字樓，核心商圈嘅零售鋪位亦都係慘不忍睹。以前好似銅鑼灣、尖沙咀、旺角呢啲地方，一間細細嘅幾百尺鋪位，每個月可以租到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租金。因為嗰陣時有源源不絕嘅內地旅客嚟排隊搶名牌、包包同名錶，但而家成個消費模式完全變咗。而家後生嘅遊客嚟香港，唔再係大包小包瘋狂掃貨，而係興 City Walk， 喺街角影張相，食串魚
魚蛋，打個卡就走。香港本地市民更加係每逢放假就成批湧去深圳報復性消費，將大量嘅消費力直接帶嚟咗香港本地市場。一邊係內地高消費旅客結構性轉變，另一邊係本地消費力嚴重外流，搞到香港本地嘅餐飲業同零售業面對前所未見嘅結業潮，鋪位租金暴跌咗5%至6%，大街小巷周圍都見到貼滿招租告示嘅鐵閘。大家喺度慶祝住宅有人接貨，股市升翻，但實體商業地產呢塊承載緊大量實體經濟、就業同銀行巨額貸款嘅基石，卻喺度經歷緊幾十年嚟最慘烈嘅大失血。就喺成個市場好淡爭持、議論紛紛，一邊睇好一邊唱淡嘅混亂時刻，香港地產界嘅指標性風雲人物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先生再次企咗喺風口浪尖，發表咗佢極具震撼力嘅大膽預測。施永青先生喺香港地產界打滾咗超過40年，佢嘅一言一行向來都被投資界同大眾用放大鏡檢視。佢喺接受各大傳媒訪問嗰陣，俾出咗一個令所有人大跌眼鏡嘅預測。佢認為喺全面撤辣同各項政策紅利帶動之下，香港樓市將會迎嚟強勁嘅結構性大反彈，甚至大膽預測今年嘅樓價有可能會出現爆發性飆升，升幅甚至有機會達到1成至2成以上。呢個預言一出，即刻喺市場上投下咗一顆震撼彈。支持嘅人認為，施老闆經驗老道，手執全香港最龐大嘅成交大數據，佢嘅判斷絕對代表咗市場最前線嘅走勢。但質疑嘅人就覺得，作為全港最大地產代理龍頭嘅老闆，佢本來就必須為個市營造樂觀氣氛，叫大家入市買樓。佢嘅言論純粹係幫個行業護盤同促銷。咁我們到底應該點樣客觀冷靜咁去解讀施永青先生呢個看似瘋狂嘅預言背後嘅深層邏輯呢？如果我們拋開情緒，將施永青先生成套分析，抽絲剝繭，你會發覺佢並唔係盲目唱好，佢嘅預測主要建立喺幾個非常核心嘅關鍵因素之上。第一個關鍵因素係人才引進政策帶嚟嘅真實剛性人口紅利。香港特區政府喺過去1年幾入面，全力推動各項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即係大家成日講嘅高才通。呢個政策嘅成效非常顯著，喺短時間之內吸引咗超過10萬名嚟自內地同海外嘅高學歷、高收入精英獲批離港。施永青先生好敏銳咁捕捉到一個重點，呢批人才帶埋屋企人嚟到香港，第一件事就係要解決住嘅問題。喺剛到港嘅頭幾個月，佢哋大多數會選擇租樓，呢個直接導致香港過去1年嘅住宅租金唔跌反升，而且升幅相當明顯，令租金回報率迅速被拉高。當呢批高收入人才喺香港嘅工作逐漸穩定，仔女開始喺本地讀書，加上政府已經徹底取消咗針對非永久居民買樓嘅重稅，之後呢批龐大嘅租樓大軍好快就會轉化為實質嘅買樓主力，呢個係一股完全唔同於以往嘅全新購買力。佢哋具備極強嘅負擔能力，而且對資產配置有切實需求。施永青認為，呢股源源不絕嘅人才買盤將會成為消化市場庫存、推動樓價見底、大幅回升嘅最強動力。第二個關鍵因素係香港作為超級聯絡人角色嘅財富避險功能。施永青認為，雖然地緣政治風雲變幻，但香港依然擁有全球頂級嘅普通法體系、資金自由進出、冇外匯管制、極低稅率以及同環球金融市場深度接軌嘅獨特優勢。喺全球地緣政治風險升溫嘅背景之下，亞洲以至全球有大量華人家族辦公室同富豪，依然需要一個能夠自由調配全球資金嘅安全港。當港股重現流動性，房地產市場嘅政策枷鎖被徹底粉碎之後，呢批全球華人資本喺尋找優質核心資產嗰陣，香港嘅優質住宅物業依然係無法被輕易取代嘅配置標的。第三個關鍵因素就係市場週期嘅鐘擺效應。施永青先生親身經歷過80年代、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03年非典疫情同埋2008年環球金融海嘯。佢嘅實戰經驗話俾佢知，房地產市場就好似一個巨型鐘擺。當市場喺悲觀情緒籠罩之下超跌過度之後，一旦政策嘅壓制力被解除，鐘擺向另一邊反彈嘅力度往往會遠
遠超出所有理性分析師嘅預期。佢認為過去2-3年市場過度放大咗所有負面因素，將香港樓價壓到去一個極唔合理嘅超跌位置。而家政策全面回歸自由市場機制，被壓抑嘅市場動能必然會出現一場劇烈嘅均值回歸。呢個就係佢敢於公開預測樓市有機會爆升1成到2成嘅底氣所在。但係我們喺睇大佬預測嘅同時，亦都絕對唔可以忽視市場上客觀存在嘅巨大阻力。正如我們頭先分析，施永青先生嘅預言要完全實現，必須建立喺幾個極其嚴苛嘅前提條件之上。第一，美國嘅減息週期必須順利展開，而且幅度要夠大，先可以徹底解決目前高息環境對買家造成嘅沉重供樓負擔。第二，環球地緣政治同實體經濟唔可以爆出突發性嘅黑天鵝事件。第三，香港本地嘅實體經濟，尤其是商業地產嘅失血情況，必須盡快止血，否則寫字樓同商鋪引發嘅金融壞賬風險，隨時有可能倒流反噬成個銀行體系，進一步拖慢住宅市場嘅反彈步伐。總括嚟講，而家嘅香港同深圳房地產市場正處於一個前所未見嘅歷史十字路口。呢個唔係一場非黑即白嘅升跌遊戲，而係一場極之複雜嘅資產結構大重組。對於香港普通住宅嚟講，全面撤辣確實帶嚟咗久違嘅生機同流動性，但呢個究竟係長期大牛市嘅起點，定係俾高位蟹民安全跳船嘅最後逃生門？完全取決於你手上資產嘅質素、你嘅資金槓桿比例，以及你對未來幾年宏觀經濟走勢嘅判斷。如果你手上嘅資產係抗跌力極差嘅老舊單棟樓，或者係缺乏配套嘅偏遠物業，趁住呢一波成交量放大嘅逃生窗口，進行資產汰弱留強，獲利減磅，絕對係極具智慧嘅防守策略。至於深圳樓市，背後依靠住龐大嘅科技創新實力、極度年輕化嘅人口紅利，以及大灣區深度融合嘅趨勢，確實令佢喺未來嘅長遠發展中展現出好強嘅爆發力同想像空間。專家們對深圳嘅樂觀警告，本質上係提醒緊所有投資者，傳統淨係睇單一城市歷史地位嘅投資邏輯已經過時，未來嘅財富增長必然會向擁有真正科技創新能力同強大產業造血功能嘅城市高度集中。至於喺鼓樓街旺嘅熱鬧表象之下，跌到慘不忍睹嘅商廈同鋪位市場，就俾所有沉浸喺樂觀情緒入面嘅投資者敲響咗一記最沉重嘅警鐘。佢殘酷咁話俾我們知，實體經濟嘅結構性轉型往往伴隨住巨大嘅陣痛，資本市場嘅狂歡有時只係局部嘅流動性遊戲。如果睇唔到租金回報同實體商業活力嘅衰退而盲目追高，好可能會喺下一輪週期嚟到嗰陣付出極其慘痛嘅代價。施永青先生嘅驚人預言到底可唔可以100%成真？深圳樓市係咪真係會喺不久嘅將來全面超越香港？呢場深港雙城嘅世紀博弈正喺我們眼前以極快嘅速度上演。面對咁洶湧嘅資金浪潮同變局，最緊要嘅永遠唔係盲目跟風，而係保持清醒嘅獨立思考，睇清楚每筆資金流動背後嘅真實邏輯，控制好自己嘅槓桿同風險，先可以喺呢場前所未有嘅財富大洗牌入面立於不敗之地。